拉特克里夫爵士嘅專訪首次披露年尾曼聯就會破產。拉特克里夫直接表達到喺過去嘅7年含本年度俱樂部亦都始終處於一個入不敷出嘅狀態。呢個臨界點就喺今年年底啊，曼聯都將會耗盡所有嘅現金儲備。呢個我都係首次披露呢一個嘅事實，但係呢個真係事實啦。同費格遜進行一次嘅成熟但係初顯有啲唔愉快嘅私人對話，俱樂部亦都係提到過亦都係無力繼續支付200萬英鎊年薪啊。費格遜亦都係自願放棄薪酬啊。而拉卓亦都提到過目前嘅陣容啊，睇睇替補席上面嘅名啦，能夠認出嘅球員係寥寥無幾嘅。而阿摩廉執教球隊有過半數嘅主力缺陣啊，亦都觀察到曼聯薪資前8嘅球員有50%啦，目前都冇辦法喺主教練當中可以用到嘅。如果將同樣嘅情況放喺曼城或者利物浦身上對佢哋嘅影響將會截然唔同啊。而針對錯誤嘅決定，拉卓亦都表示到我認同關於坦夏格同埋艾殊和斯嘅抉擇存在失誤，雖然存在一啲情有可原嘅情況，但係歸根結底呢啲都係錯誤嘅。我接受呢一點並且道歉。而我哋都決定續約坦夏格嘅時候當時我哋嘅管理團隊組建完成先唔超過5分鐘啊。